My topic is.How to get juice？ 以 juice 為核心概念，探討 AI 時代當中人類真正不可取代的能力。2026高中生面對 SDGs 探究甲實作學習成果國際研討會佇台南一中登場。今年以科技回應影響，以在地連接全球為特色，有來自日本、馬來西亞、越南、泰國、香港、澳洲、菲律賓以及台灣總共8國家。40支團隊參與。The future of sustainability depends not only on new technologies, but also on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listen, collaborate, and take action. Every conversation you have, every idea you share, and every friendship you build here has the potential to make a difference. 各個學生對真實社會問題出發，結合人工智慧、影像辨識、生物科技以及工程設計等，提出具體解決方案。發表內容包括 AI 監測美術家、植物病害辨識、社會媒體政策、地方農業、再生能源效率等多元議題。我們的主題是提升太陽能板的效率，這是一個很棒的主題，然後就是有未來有更多方向可以去探討。研討會唔但提供高中生典型研究成果的國際舞台，更在咧交流互動當中培養全球公民素養。學校希望世界各地青年共同以知識、創意甲行動回應永續發展挑戰。台南新聞出海採訪報道。